透早5點外，大約4個層樓高的老青仔熊熊倒落，代志就發生佇咧全台首億關心風廟廟埕。迄當陣，講者，足大聲哦。再看啊，就倒去安尼就對啊啦。邊仔古營檳城的厝頂直接風陷着，好佳在當下無人車經過，市府工務局接到通報，趕緊派人來進行移除作業。也毋過今仔日舊曆4月20是新豐夜獻油白聖誕，所有規劃祝壽活動攏先暫停。這個樹應該是我們前幾年在蓋這個行館的時候，那時候因為擔心它的莖會串過來，所以我們有叫人家修剪它的莖。發現疑似褐根病，它褐根病發生的原因呢，應該是它的基地受到破壞，然後因為加上最近又一直下雨。有悶熱，它造成它的樹根爛掉，然後發生傾倒。北區公所指出，這種樹仔本身就有病，而且車地受關心風廟行管影響，這2天過落雨，才致使樹倒落來。因為舊的廟體正佇咧重建，新上攏請到臨時行管，好佳在老青仔無陷着安做新上的位，古營要安怎重建會擱再討論。五營變落來，這就是廟愛關心路。來，請關心王來指示這第一點。第二點呢，對民間的俗語啦，這都是有代志的，要指示眾生啦。以民俗角度來講，廟前青仔樹通常是兵馬，也是陰兵陰將休困的所在。限定古營象徵是由古營兵馬搭這場災厄。現在閣是廟方重建期間，專家建議廟方除了會當請示心意，也希望四方大眾會當支持重建工課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